而家嚟試呢一個香煎盲松魚同埋呢個醬烤豬肋骨，都係好好味嘅。再試埋呢一個煙三文魚同埋蝦，仲有玩下呢一個朱古力噴泉。今日嚟銅鑼灣柏麗酒店食個半自助午餐。半自助午餐呢，就係有一個主菜，其餘呢就係自助吧自助形式。嚟到呢一度呢，就係銅鑼灣嘅協壽坊，英文名呢就係 Sonata Restaurant。聽個名係咪同音樂有關呢？佢用上咗18世紀嘅設計風格。可以睇下呢間餐廳嘅格局，佢嘅設計有一個酒吧，啲凳啊同埋地板呢以深綠色為主調。12點至2點半係午餐嘅時段，佢大概早10分鐘到呢就放人入嚟。而家係未開始嘅，可以行下個自助區影下相。呢一邊呢係葉盤啊，頭先見到有小龍蝦都可以試下嘅。咁有餃子啦，呢啲係炸薯餅、小丸子，一陣有興趣試下。仲有呢啲麵包可以搽牛油。有2款湯，呢一煲係西湯忌廉湯，另外呢一煲呢就係中湯，南行北行煲青紅蘿蔔湯。沙律嘅配料啦，沙律醬啦，同埋有支醬油啊。黑色呢一啲係橄欖啊。係啊，OK，等下可以試下啦。呢啲係拌沙律嘅菜啊。咁呢一個呢就係啲菇菌類。咁自己中意食乜咧，就可以攞乜啦。同埋青椒咯，佢都幾靚。係啊，都唔錯，係啊。睇塊，哇，好靚，好靚喎！咁啊，呢個係螺同埋青瓜，呢個紅菜頭，紅菜頭望下先。係啊。哇！有，竟然有都有蝦喎。係啦，三文魚又係我中意啊！有煙三文魚。嚟到酒吧呢一邊，餐廳雖然細細地，但係有一個好別緻嘅酒吧。午餐凍飲提供咗橙汁同埋一瓶嘅冰水。我再望下個酒吧啦。跟住呢，熱飲方面呢，就有茶、咖啡同埋檸檬茶，自己沖就可以㗎啦。我喺呢邊呢，聽到喺餐廳放出嚟嘅音樂啊，跟住仲有啲啫喱杯啦、慕斯杯啦，同埋又有啲橙可以享用嘅。另外一邊嘅甜品區，麵包布甸。咁啊，大菊花周圍都食喎。睇下先。係咯，你望下，都幾合你嘅心意嗬。係合理嘅。呢一邊呢，就見到啲切咗方塊嘅西瓜同埋菠蘿，咁切咗方塊我中意啊，可以食得優雅啲。咁另外龍眼，不過龍眼我唔記得試啦，就唔知佢係新鮮定係罐頭嘅。有2款蛋糕，旁邊有個朱古力噴泉，一陣間可以玩下。2款雪糕，芒果朱古力。今日就坐喺呢個位啦，斜斜地呢望到個酒吧，上面一排嘅燈飾，配合綠色嘅地磚、梳化椅，座位寬敞舒適。餐廳嘅格局好有18世紀嘅設計風格。一路欣賞之際，已經攞咗咁多美食入嚟，慢慢品嚐。自己砌嘅沙律啊，作為前菜，再配返2件三文魚、螺同埋紅菜頭，樣樣都試下啦。我認為喺自助食物區最要講下嘅就係呢個煙燻三文魚同埋蝦啦。個煙燻三文魚呢，望起上嚟唔算話好出眾啊，但係呢，食起上嚟係冇問題，啲蝦都係，而且佢用完一輪呢，之後亦都好快就會再補足返嘅。
煙燻三文魚可以放啲檸檬汁，可以提鮮。蝦呢亦都可以點下啲醬油，食起上嚟就更加好味。另一種食法，喺包裏邊夾片三文魚，一樣咁好味。攞咗個中湯入嚟啊！頭先喺出邊呢就見到有啲南行北行啦，咁而家攞到入嚟就知道佢係青紅蘿蔔煲嘅湯，非常咁清淡，水一般的清淡。喺頭先食緊沙律菜嘅時候呢，我哋就已經叫咗個主菜。今期嘅主菜呢就有3款可以選擇嘅，就係慢曹魚配白酒忌廉汁，仲有一個就係醬燒豬肋骨，同埋或者係香草雞絲扁意粉。咁我哋叫咗個慢曹魚同埋豬肋骨。呢個煎慢曹魚都做得幾好味，而且佢嘅配搭啊都裝飾得好靚。食到主菜呢一部分，都應該講下呢一個嘅半自助午餐嘅價錢啦。咁佢半自助午餐嘅價錢呢，加埋好似我哋而家叫呢一個主菜呢，佢係128蚊一位。如果你唔要主菜嘅，即係好似頭先我出去自助吧睇嗰啲食物，如果嗰啲係啱食嘅，咁你單叫自助吧嗰啲呢，就110。咁啱呢，我就夾到喺 KK Day 做一個快閃嘅，就230蚊2位，咁啊相當之唔錯嘅呢個價錢。咁230除翻開2呢，咁其實就115蚊就可以一位嘅咯。如果夾唔到佢嗰個快閃優惠呢，就平時恆常佢都做128，自助吧呢就110，通常都會加多18蚊食多個主菜。豬肋骨望落去都幾靚，用薯角嚟到去拌碟，仲有一碟仔嘅茄汁。試咗味啦，我覺得呢個豬肋骨做嗰個醬汁嗰個味道，如果係豐富一啲呢，個層次感多一啲呢，就更加理想。講返啦，呢一度嘅自助午餐嘅用餐時間呢，係12點至到2點半，係2個半小時嘅。星期一至日都可以，咁啊可以敷一啲嘅訂座嘅平台去到訂座，亦都可以去餐廳度去訂座。咁啊，如果係敷個平台去訂座呢，個價錢呢都會有啲差距，所以比較一下先啦。一般喺餐廳訂位或者 walk in 入嚟嘅價錢都會比較高啲。餐廳協奏坊係喺柏麗酒店2樓。近住維園附近，地址旺中大靜。完整地址可以參考返影片下低嘅描述欄或者留言嘅部分。搭地鐵過嚟都係行幾分鐘嘅啫。講下啲閒話家常啦。咁呢一間酒店嘅英文名呢，就叫做 Rosedale Hotel。喺維園附近嘅玫瑰谷係咪好有意境呢？酒店用咗一朵數碼化嘅玫瑰做 logo， 喺協奏坊品嚐午餐。而 Sonata 呢一種樂曲呢，係成於18世紀時代嘅作品。突然之間聯想到，我哋嚟到呢一間酒店，人人都成為咗玫瑰谷裏邊嘅一朵玫瑰，幻想自己一邊係喺協奏坊度欣賞18世紀嘅 Sonata 樂章，一邊進食午餐，係咪好浪漫呢？浪漫過後，返嚟現實，玩呢個朱古力噴泉，有啲棉花糖啊、麵包啊，俾我哋去配搭。今次就唔好一支一支嚟啦，幾支一齊大量生產，好好玩啊！唔止細路仔鍾意玩啦，大人有2個半小時都一定要玩下佢啦。好啦，攞返埋位品嚐。其實都唔係志在佢好唔好食啊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只在意佢個過程，有得玩有得食，好開心。都係驚佢第一個破壞嘅豆腐花，不過不靚啲啊。哦 ，OK， 我同豆腐花剪彩，不靚啲喎。你要幾多？你爭啲合理啊，好滑喎，俾佢未食都知滑，你話幾嚟到嘅？你睇下。係呢啲好滑㗎，不得換量啊！係啊，合你嘅份量，合你嘅份量咁就哇，真係好味啊！未食都覺得好味，加啲糖。
啲豆腐花真係好滑啊！未食都已經睇到佢咁滑。真係？係啊，你睇下。好，我又試下先，食一啖啊！真係滑嘅。係喎。食得好滿足之後，一陣間會帶大家去柏麗酒店嘅大堂度去睇睇啊！呢間酒店俾我嘅感覺都幾好，享受一個自助午餐，好悠閒寫意。有時間會再返嚟。如果你都試過喺呢間酒店度食自助午餐，可以同我分享一下你嘅經驗。